港長者想喺大灣區安享晚年，符合資格嘅長者可以申請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免費入住。今日帶你了解點樣申請、點樣抵達同埋點樣醫療報銷，最後仲有驚喜推介。長者計劃嘅申請條件：一、香港永久性居民，年滿60歲或以上；二、正在或即將申請香港社會福利署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上面輪候；三、經過社署評估確認健康狀況適合院舍照顧服務。申請流程共有兩種方式。方式一，適合長居香港嘅長者，一、聯繫醫務社區服務部所屬地區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長者服務單位等提出申請及要求轉介；二、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確定長者嘅護理及照顧需要；三、根據評估結果申請有關服務；四、透過社會福利署中央輪候冊申請資助宿位；五、獲取通知成功匹配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和泰中心提供安老服務。方式二，適合長居內地嘅長者，一、到和泰中心司委入住；二、喺和泰中心進行初次評估及提交相關資料俾到香港社會福利署；三、等待社署評估員上門評估；四、經過資料審查獲取通知成功匹配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和泰中心。交通方式建議搭乘高鐵西九龍站到廣州南站，轉乘汽車直達。醫保申請提交居住合同、回鄉證、身份證、相片回執資料，即可申請居住證。辦理居住證後90天內即可辦理佛山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可按比例報銷醫療費用。重點推介和泰中心，作為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入選機構，我哋具備5星級專業醫療服務團隊、24小時醫療資源，更有粵港雙城文娛活動，名額有限，立即鎖定大灣區養老席位。